跟住落嚟咧，就想請教下江律師嘅，因為喺香港無論係租樓啊定係買樓嘅過程當中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法律條文啊同埋細節㗎。而且如果出咗問題嘅話，我哋究竟可以點樣去追討損失嘅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嘅專業意見？不如咧，首先就講下喺香港租樓同埋買樓嘅法律流程係點樣啊？好啊，多謝嘉嘉。嗱，如果咧要避慳咧，我諗咧我哋一定就要好清楚有關嘅流程先。咁所以嚟緊嘅一段時間咧，我就會同大家講下喺香港咧買樓、租樓其實個法律程序係點樣嘅。咁同埋就係話，如果遇到問題嘅時候，點樣能夠追討損失咧？咁嗱，首先咧我就會想講下喺香港買樓嗰個流程係點樣啦。嗱，喺香港咧，一般嚟計咧，業主咧係會透過咧有牌嘅持牌嘅地產代理咧去到放盤嘅。咁而買家咧一般嚟計就會去睇樓啦，一定要咁同埋咧可能就會喺呢個階段咧擬定一啲同業主方面咧擬定一啲咧我哋叫做商業大家嘅條款，可能包括樓價等等。嗱，咁我喺呢度咧都想勸大家啦，喺香港買樓咧，就一定要透過持牌嘅地產代理啦，最好咁同埋咧，一定咧就要去，有時係要見下個業主啦，或者要見下實物，真係要去睇樓嘅喎。咁好啦，如果大家嗰個商業條款咧，其實係擬定咗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喺第一個階段咧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同埋咧所謂嘅俗稱咧就要俾細訂嘅。咁喺香港嚟計咧，我哋叫做臨時定金或者細訂咧，一般就係會介乎樓價嘅3%至到5%嘅。咁好啦，簽署臨時買賣合約之際咧，其實有時啦喺有一啲嘅物業，如果譬如佢有改動啊，或者有啲特別嘅條款咧，好多時候亦都會簽署一啲我哋叫做補充嘅買賣合約。咁嗱，呢度要大家要知道啦，喺香港咧簽署臨時買賣合約或者一啲我哋叫做補充合約咧，其實都係會有法律效力嘅噃嚇。好啦，簽署完臨時買賣合約之後咧，咁我哋咧其實買賣雙方咧就會委託大家嘅律師啦。喺香港咧，我哋係有好多嘅律師咧係可以委託業主可以係其實代表業主同埋係代表買方嘅。咁嗱，一般咧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啦，到簽署第二階段嘅正式買賣合約咧，都有14日嘅，一般嚟計。咁喺呢段嘅期間咧，代表業主嘅律師咧就會草擬正式買賣合約，而代表買方嘅律師會做啲咩咧？一般嚟計咧就要可能喺收到正式買賣合約嘅草擬本嘅時候咧，就會幫你審核有關嘅正式買賣合約啦。咁好啦，到14日左右咧，如果所有嘅正式買賣合約嘅條款係擬定咗嘅時候咧，咁就大家會雙方簽訂正式買賣合約。而喺嗰個時候咧，買方咧亦都要繳付咧，我哋叫做加付定金或者係叫做大訂嘅。一般喺香港咧，臨時定金加埋加付定金咧，就會係樓價嘅10%左右。嗱，如果一個業主咧問你攞多過10%嘅臨時定金或者係加付定金咧，咁大家就要咧可能要小心一啲，要清楚嗰個原因係點解啦。嗱，簽署咗正式買賣合約之後咧，賣方嘅律師一般咧就會將物業嘅契據交俾買家嘅律師。嗱，喺香港咧，我哋一般咧同可能喺世界其他地方唔同，我哋香港咧係要查契嘅。所有有關呢個物業嘅業權文件咧，理論上都係一定要交俾買方律師去到幫你查核業權嘅。咁啊，一般嚟計咧，我哋要最少咧查15年嘅契據嘅噃嚇。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咯。如果查晒契冇問題啦，物業嘅業權係完整同埋良好嘅時候咧，大家就會準備去到成交。咁喺成交前嘅大概可能係1個星期左右啦，買家嘅律師咧就會安排買家到律師樓裏邊咧簽署有關樓契啦。如果係要借錢嘅時候咧，亦都會簽埋按揭嘅文件嘅。咁啊，所有樓價嘅餘款需要俾嘅餘款咧，都會喺呢個時候咧，你係要向律師樓去到繳交。咁去到成交當日咧，咁啊買賣雙方咧就會買方咧就會將嗰個契據樓契咧送去俾賣方律師。咁啊，亦都會俾埋嗰個樓價嘅餘款。咁整個物業嘅交易咧就會完成㗎啦。咁而業主嘅律師樓咧，喺收妥咗嗰個樓款嘅餘款，同埋喺嗰個樓契之後咧，亦都會將嗰個鎖匙我哋叫做正式交吉咗俾個買家。咁整個買賣咧就叫做完成㗎啦。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睇下喺香港租樓個法律程序係點樣嘅咧咁。嗱，喺開頭嘅階段咧，其實作為一個租客咧，嗱要記住咯，一定係要去睇下個物業㗎嚇，唔好淨係靠網上嘅資料要去睇樓。咁另外啦，就一般嚟計咧，我哋都會建議啦，亦都係透過咧我哋叫做有牌嘅地產代理去到做啦。好，去睇樓嘅時候咧，有幾樣嘢咧，作為一個租客咧都要留意㗎，包括就係咩咧？嗱，如果嗰個物業係有現有按揭嘅喎，譬如係按咗俾銀行嘅時候，咁我認為咧租客咧就必須要去問下個業主，究竟銀行係有冇同意到有關呢個租嘅咧咁樣。嗱，另外啦就係我哋亦都要睇下咧譬如會唔會租俾你嗰個係一個二房東嚟嘅咧？佢唔係真係嘅業主咧。嗱，如果係咁嘅情形嘅話咧，如果係一個二房東咧，我哋亦都要確保有關嘅業主係同意二房東係分租呢個單位俾你嘅。好啦，喺所有嘅我哋叫做租金啊、租期啊或者其他條款擬定咗啦，大家傾掂咗之後咧，就會去到簽一個我哋所謂嘅叫做臨時租約。咁嗱，喺簽臨時租約之前咧，而家喺香港呢一般嘅業主咧，因為佢哋想確保嗰個租客咧係佢哋有個能力去到交租，咁亦都有啲時候咧，業主係會問一個租客咧有關嗰個入息證明或者係嗰個就業證明嘅。咁好啦，咁跟住大家去簽臨時租約嘅時候咧，租客亦都要俾一個我哋所謂嘅叫做臨時嘅定金嘅。好啦。喺簽署咗臨時租約之後咧，大家就會咧去到喺14天之內咧就會簽一個正式嘅租約。嗱，喺香港咧正式嘅租約咧係可以由律師制定又得，或者有時咧地產代理都會幫忙去到制定一啲正式嘅租約嘅。咁租客嚟計咧，理論上咧係可以按照你個臨時租約去到審核有關嗰個正式租約嘅條款嘅嚇。咁一般嚟計咧，喺香港嘅正式租約咧都係比較標準嘅。好啦，簽署正式租約嘅時候咧，一般嚟計咧，我哋就會俾2個月嘅按金同埋1個月嘅上期。當然呢個就會減去咗你先前已經繳付咗嘅臨時定金。咁亦都會俾咧有關嘅釐印費㗎嚇，即係我哋所謂嘅一啲即係政府裏邊咧需要繳付嘅印花稅。咁繳付完之後咧，理論上咧整個租約嗰個交易咧就完成㗎啦。代表你嘅地產代理或者代表租客嘅律師代表咧，就會將呢份租約送去俾稅局咧，去到繳付呢個印花稅。如果呢個租期係長過3年嘅時候咧，理論上咧亦都要去攞去土地註冊處喺度登記嘅。相信咧各位觀眾對於喺香港租樓啊同埋買樓嗰個流程咧都了解咗好多㗎啦。但係萬一真係出咗問題嘅話咧，我哋又可以點樣追討損失咧？好啊，嘉嘉，嗱呢方面咧，我哋大家就唔需要擔心㗎。喺香港咧，其實我哋係有一套好完整嘅制度咧，係可以處理有關嘅糾紛㗎。嗱，一般嚟計咧，如果係租客咧，如果遇到一啲我哋叫做租務糾紛啦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向土地審裁處係提出申索嘅。有關嘅程序咧，一啲都唔複雜。咁所以譬如例如有一啲嘅問題啦，究竟簽嘅租約有冇效啊？或者就係話裏邊租約，譬如一啲我哋叫做維修嘅條款啊等等咧，都可以其實咧向土地審裁處咧係提出申索，而去到咧解決嘅。咁另外啦，除咗土地審裁處咯，譬如買賣啊咁樣嘅時候，又有一啲乜嘢嘅途徑咧？咁嗱喺香港咧，我哋都有幾種方法嘅，有幾個法院係可以負責處理呢方面嘅糾紛嘅。例如啦，就係小額錢債審裁處啦，咁處理一啲咧，我哋叫做金額比較細小嘅我哋叫做索償啦。例如，如果係少過75,000蚊港元咧，嘅我哋叫做索償咧，就可以喺小額錢債審裁處裏邊咧係去到解決嘅。咁另外咯，如果牽涉嘅金額比較係多啲啦，例如係譬如話會超過咗75,000蚊啊，譬如要有幾十萬嘅喎嚇，即係索償嘅時候咧，就可能會去到移師去到區域法院去到處理。如果係大於300萬嘅賠償嘅話咧，就可能要去到高等法院添。好啦，另外咧，我都想講一個咧比較係有即係特別啲嘅議題咧。最近喺香港咧，好多時候咧，當買賣物業啊或者係租物業嘅時候咧，租客或者一啲嘅買家咧都會去到好緊張，究竟物業咧有冇曾經係譬如有命案發生咧？所謂嘅我哋叫做兇宅。嗱，咁我呢度咧要解釋清楚啦。
嗱，一般嚟計咧，如果個買家或者租客係冇向地產代理係提出問題嘅時候咧，好似一般去睇樓咁咧，嗱，一般地產代理咧就未必有咁嘅責任咧，係去到要即係話俾個買家或者個租客聽嘅，因為喺香港咧係冇一個正常嘅途徑，我哋叫做官方嘅途徑咧，去到查核呢一樣嘢嘅。咁當然啦，如果有關嘅買家或者租客，佢真係去問過，好緊張去問過嗰個地產代理嘅話咧，理論上咧個地產代理如果喺知情嘅情況底下而刻意隱瞞咧，咁理論上咧當然就會有責任啦。最後咧，嘉嘉我都想咧同咁多位嘅聽眾咧都講下啦。其實喺買樓同租樓喺香港咧，我想俾少少錦囊大家嘅。嗱，租樓嚟計咧，我有7個錦囊可以獻俾大家，好簡單嘅啫。嗱，一定要睇樓啦嚇，確實業主身份啦。第二啦，就係要睇下佢有冇按揭啦嚇。如果有按揭嘅話咧，就要有銀行嘅同意啦。第三啦，就要清楚去界定租約嘅期限，或者係有冇續租權啦。第四，租金究竟包含啲咩嘅咧？香港嚟計咧就好興話叫做全包㗎，可能即係話包埋管理費啊、差餉或者地租。另外就要睇下有冇違建啊個物業，因為好多時候呢啲業主可能有改動都唔定嘅。第六啦，亦都要睇下嗰個大廈有冇會唔會即將會進行大維修。如果進行大維修嘅時候咧，都會可能影響咗嗰個物業嘅享用嘅。最後就係頭先我講過啦，有冇二房東呢？嚇？其實嗰個租俾你嗰個人，究竟佢係真正嘅業主啊，定係二房東？呢方面都要留意嘅。好啦，買樓呢，我都想獻7個錦囊俾大家嘅。第一，同樣啦，要睇樓核實業主嘅身份，好多時候咧都可以問下佢哋供樓嘅單據，或者差餉啊，或者地租嘅單據。第二啦，亦都要睇下佢有冇違建啦。一般咧，地產代理咧都會俾物業嘅圖則俾你咧去到核證嘅。第三，亦都要睇下咧嗰個物業即將會唔會有大維修去到進行，或者咧會唔會係嗰個喺個大廈裏邊原先咧管理得唔係咁好喎，好多管理費赤字係產生咗出嚟喎咁。第四，物業有冇其他漏水嘅情況啦？有冇訴訟進行等？譬如會唔會係被樓上樓下一啲我哋叫做鄰居其實係告緊呢咁？嗱，另外啦，第五亦都要睇下個物業有冇按揭啦。嗱，如果有按揭嘅時候咧，可能俾定金嘅時候咧，就要交俾業主嗰個律師樓去到託管。第六咧，亦都要去清楚睇下咧管理費嘅開支，因為喺香港嚟計咧，我哋都有好多即係做業主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嘅費用係要俾㗎，包括管理費、差餉同埋地租。而最後一樣咧，就係我頭先提過啦，如果你哋咧係認為係緊要咧，都可能可以就凶宅嘅情況，有冇意外曾經喺嗰個物業發生過嘅情況咧，係向地產代理或者業主咧係提出質詢嘅。我喺度咧，多謝晒江律師嘅錦囊啊，非常之實用啊！